真係估唔到，連我哋由細食到大，全香港人最熟悉嘅老字號都搞成咁。今次真係全港憤怒，唔係講笑。大家樂呢個行咗差唔多成個半世紀嘅金漆招牌，唔通今時今日真係要親手砸爛，正式宣布玩完？呢排網上鋪天蓋地都係講緊大家樂嘅負面新聞，搞到沸沸揚揚。一邊話佢哋為咗慳成本而大刀闊斧咁裁員，一班跟咗公司幾十載冇功都有勞嘅老員工，一夜之間話炒就炒，涉及嘅人數聽講成100人咁多。另一邊廂，最令全港市民甚至係幾十年老街坊最忍無可忍嘅，就係佢哋最引以為傲賣足幾十年嘅招牌一哥焗豬扒飯，質素居然斷崖式下跌，啲飯、啲汁同埋塊豬扒竟然被一班忠實食客形容為好似食蠟咁樣，直情係難以下咽。好多去幫襯咗幾十年嘅老街坊食完之後都心寒到極點，直截了當咁痛斥，根本就係呃人嘅。講起大家樂，只要你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就一定會有共鳴。呢間喺1968年創立嘅港式連鎖快餐巨頭，行到今日已經有58年歷史，差唔多成6個年代。喺過去呢50幾年入面，大家樂可以話係守護住香港人嘅飯堂，陪伴住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由以前讀書嗰陣，放學同班同學去鋸個鐵板扒，到出嚟做嘢之後，放工攰到隻狗咁，走去斬料外賣，一盒雙拼燒味飯，再到禮拜日，一家大細唔知食乜好，走去排隊買個焗豬扒飯。大家樂呢3個字，基本上已經同香港人嘅日常生活，甚至同香港嘅快餐文化畫上咗等號。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間曾經令香港人引以為傲嘅快餐龍頭，變到越嚟越陌生，越嚟越令人失望。今次呢場風波，首先引爆大眾怒火嘅，就是內部傳出嘅大刀闊斧裁員潮。大家都知道，呢幾年香港嘅零售同餐飲市道都好嚴峻，好多餐廳頂唔順，要結業。呢個大家明白，但係作為一間上市集團，一間賺緊錢、根基咁深厚嘅大企業，大家樂竟然選擇喺呢個時候向一班基層員工開刀。有消息指呢次內部重組或者話係節流計劃，一口氣就裁減咗成8個職位，當中好多都係喺廚房、前線或者後勤默默耕耘咗好多年嘅老臣子。呢班員工有啲可能由20幾歲做到而家50幾60歲，將自己大半生嘅青春汗水都奉獻咗俾呢間公司。佢哋見證住大家樂由幾間分店做到變成分店遍佈港九新界嘅快餐帝國。結果到頭來換返嚟嘅唔係公司嘅體恤，而係一封冷冰冰嘅解僱信。呢種商業決定喺市民眼中簡直就是過橋抽板，無情無義。香港人最講求人情味，尤其是對呢啲老牌子，大家都有一份特殊嘅感情。當見到一間口口聲聲話係香港人嘅飯堂嘅企業，對自己嘅員工可以咁大刀闊斧、咁冷血嘅時候，大家點會唔心寒？點會唔憤怒？然而裁員風波都仲未算係最致命嘅一擊。對一間餐飲企業嚟講，員工係靈魂，但係食物嘅質素就係生命。如果連食物都做唔好，咁呢間餐廳基本上就已經名存實亡。而今次事件最大嘅引爆點，偏偏就落喺大家樂最核心、最王牌嘅產品身上——一哥焗豬扒飯。我相信10個香港人入面，起碼有9個都食過大家樂嘅焗豬扒飯。呢個飯之所以可以賣足幾十年，成為經典中嘅經典，是因為佢以前真係做得好認真。塊豬扒要厚度適中，炸到金黃酥脆得嚟，又保持到肉汁。個炒飯底要粒粒分明，帶有淡淡嘅蛋香。最靈魂嘅番茄醬汁要用新鮮番茄去熬，做到酸酸甜甜，配埋融化咗嘅芝士，最後放入焗爐，焗到表面帶點微焦。當你用匙羹滗落去嗰一刻，熱騰騰嘅煙霧出嚟，番茄嘅酸香同芝士嘅濃香撲鼻而來，嗰種滿足感真係好多高級餐廳都俾唔到你。但係最近全港各區嘅分店都相繼有食客喺網上大肆投訴，指出而家嘅焗豬扒飯已經徹底變質。好多食客表示滿懷期待咁去買個焗豬，結果一打開個蓋，直情嚇咗一跳。
塊豬扒唔單止細塊咗、薄咗，最離譜嘅係個質感。以前嘅豬扒係有肉質、有咬口嘅，而家塊豬扒咬落去完全冇肉紋、冇肉香，軟綿綿咁，就好似落咗過量嘅嫩肉粉。甚至有網民形容成嚿嘢好似一嚿假肉，完全唔知自己食緊乜。更令人難以接受嘅是個醬汁同個飯底，以前濃郁嘅番茄汁，而家變到好似用生粉水夾硬勾芡勾出嚟嘅芡汁咁，揭撻撻，顏色死紅死紅，完全冇咗新鮮番茄嘅酸甜層次。最慘不忍睹嘅形容就是個飯同啲汁混埋一齊之後，放涼少少就會凝固成一種好似蠟或者漿糊咁嘅物體。有老街坊話，食落口嗰種黏糊糊死實實嘅口感，就好似食緊一嚿用化學物質堆砌出嚟嘅化妝品或者生粉蠟咁，完全冇咗以前嗰種飯香同汁香。呢個被魔改、被降級嘅焗豬扒飯，瞬間引發咗全港食客嘅集體崩潰。大家紛紛質疑，大家樂係咪為咗配合之前講嘅裁員減省成本，所以連食材嘅質素都全面降級？係咪換晒啲平價嘅急凍食材？甚至連廚房嘅烹調工序都全面自動化、預製菜化。如果連一個焗豬扒飯都要用預製菜或者化妝汁嚟應付食客，咁大家樂同其他毫無特色、冇靈魂嘅工廠流水線飯堂有乜分別？喺網上嘅各大討論區，好似連登或者 Facebook 嘅飲食群組，成千上萬嘅網民都喺度留言宣洩不滿。有啲網民仲好偏激咁話，而家去大家樂食嘢簡直就是貼錢買難受。有人話以前星期六日帶阿媽去食，阿媽都讚個焗豬好食，而家連阿媽都話食落口好似嚼蠟咁，叫我以後唔好再買。亦有啲喺屋村住咗幾十年嘅老街坊，見證住自己樓下間大家樂由朝氣勃勃變到而家死氣沉沉，佢哋神情落寞，甚至帶作少少痛心地講，呢間嘢以前真係好有水準，以前啲經理姐姐都有講有笑，而家員工又少咗，個個面口黑晒，啲嘢食仲差過狗食。半世紀嘅招牌，原來真係可以一朝散盡。佢哋而家喺電視拍埋晒啲溫情廣告，話咩為你做足100分，根本就係呃人嘅，做足0分就有佢份，為你做足100份。呢句經典嘅廣告口號而家聽返，真係顯得諷刺到極點。曾幾何時，呢句口號代表住大家樂對香港人嘅承諾。由1968年創辦人羅騰祥先生建立呢個品牌開始，大家樂嘅宗旨就係要為香港嘅普羅大眾提供物美價廉、有質素嘅快餐。喺70年代、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嘅黃金時期，大家樂不斷創新，引入美式快餐嘅管理模式，但同時保留住港式茶餐廳嘅風味，成功殺出一條血路。當時嘅大家樂真係做到快、靚、正。去到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大家樂雖然面對大快活、美心等強勁對手嘅競爭，但依然能夠穩坐龍頭大哥嘅位置。其中一個主因就是佢哋對招牌菜式嘅堅持，好似一哥焗豬扒飯、燒味雙拼、慢煮牛胸腩等等，呢啲都係佢哋嘅金漆招牌。只要你點呢幾樣嘢，基本上就一定唔會踩雷，質素有保證。所以香港人對大家樂係有一種極深嘅信任感同依賴感。但係自從呢幾年管理層更替，或者可能係受到上市股東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嘅壓力，大家樂嘅經營路線似乎發生咗好大嘅轉變。好多人發現大家樂近年好似將所有精力都放咗喺點樣搞花神、點樣拍廣告同埋點樣控制成本上面，反而忽略咗一間餐廳最基本最重要嘅嘢，就是食物本身嘅質素。為咗將利潤推到最高，或者為咗交出漂亮嘅業績報告俾股東睇，公司開始大刀闊斧咁對內部進行瘦身。首先就是縮減前線同廚房嘅人手。大家近年去大家樂應該都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落單要自己用機器，攞餐又要自己等叫號，成間鋪頭大一大小小，前線嘅服務員或者清潔阿姐竟然得返幾個人，一個阿姐要顧埋執碗、抹台，甚至仲要幫手分餐，做落去當然做到爆。前線人手不足，
導致嘅結果就是分店嘅衛生環境變差，地下油淋淋，台面冇人抹，食客食得極不舒服。而廚房方面，人手同樣被削減得好犀利。以前廚房有經驗嘅大廚、大師傅負責睇住個爐火，炒飯、調汁都好有講究。但而家為咗慳人工，好多有經驗、人工高少少嘅老員工都被逼走或者被裁減，取而代之嘅是大量嘅兼職或者係依賴中央廚房送落嚟嘅預製食材。當一個餐廳嘅廚房唔再需要師傅去展現技術，而只是需要一班工人在嗰度負責將一包包預製好嘅醬汁加熱，倒落去急凍嘅肉類上面，再放進微波爐或者自動化焗爐嗰陣，呢間餐廳就已經失去咗靈魂。這就完全解釋到點解今時今日嘅一鍋焗豬扒飯會變成好似食生粉蠟咁樣嘅悲劇，因為個番茄汁唔再係用新鮮番茄現場熬製，而係在中央工廠大批量生產，加入咗大量穩定劑、防腐劑同埋生粉去保質嘅預製醬包。當呢啲醬包送到分店，經過翻熱，再喺保溫櫃放咗唔知幾多個鐘頭之後，入面嘅澱粉質就會老化凝固，最後呈現出嚟嘅就是網民所講嘅結撻撻，好似蠟咁嘅恐怖口感。而塊豬扒為咗貪方便同埋確保熟透，可能在工廠已經經過高壓加工同埋過量嫩肉粉嘅醃製，搞到啲肉質纖維完全被破壞，食落口自然就好似食緊一塊毫無生命力嘅化學膠體。呢種做法短期內確實可以幫公司慳返唔少食材成本同埋人力成本，令到短期內嘅財務報表好睇少少。但係呢種做法根本就是飲鴆止渴。你以為消費者係傻嘅咩？香港人對食係好挑剔、好精明嘅。大家去連鎖快餐店食嘢，雖然預咗佢唔會係咩3星米芝蓮嘅頂級珍饈百味，但係大家最基本嘅規定是你要對得住個價錢，要熱騰騰、正常入口，有返以前嘅基本水準。當你連呢啲最基本嘅底線都守唔住，將全香港人最愛嘅焗豬扒飯改造成一堆連狗都唔想食嘅化學食物嗰陣，你就等於係親手摧毀緊消費者對你建立咗幾十年嘅信任。今次老街坊嘅痛心同心寒，絕對唔係無病呻吟。對於好多獨居長者或者基層家庭嚟講，大家樂唔單止係一個食飯嘅地區，更加係一個寄託情感嘅地方。以前啲阿伯阿公買張報紙，朝早去大家樂叫個一盅兩件或者西式早餐，就可以坐喺度同街坊吹水，吹足一個朝早。夜晚收工，兩公婆唔想煮飯，去大家樂叫個小菜套餐，有湯有飯有油，簡簡單單又一餐。大家樂曾經俾到香港人一種家嘅親切感，但而家呢，當老街坊行入去，見到嘅是冰冷嘅點餐機、催促你走嘅廣播聲，仲有嗰個擺喺面前，味道怪異、質感好似食蠟咁嘅焗豬扒飯，嗰種由心而發嘅陌生感同被背叛嘅感覺，先至係最令老街坊心寒嘅地方。佢哋會覺得呢間賺咗香港人幾十年錢，靠香港人撐起嘅老牌子，而家發達咗、上市咗，就開始嫌棄香港人，開始用最敷衍、最無誠意嘅食物嚟敷衍大家，甚至連為佢哋打拼多年嘅基層職工都可以隨便拋棄。呢個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為你做足100份嘅大家樂，而係一間只懂得追求利潤、毫無人情味嘅冷血商業機器。事實上，大家樂今次爆發嘅危機，只不過是近年香港許多老字號集體走向沒落嘅一個縮影。呢幾年，好多我哋耳熟能詳嘅香港本土品牌，都好似陷入咗一個魔咒咁，一係就是為咗賺快錢，盲目北上開分店或者開放加盟，結果搞到個品牌形象做低晒；一係就是為了迎合所謂嘅現代化管理，大刀闊斧咁改革，結果將自己最核心、最寶貴嘅傳統同特色改到睇頭不對馬嘴。佢哋以為只要招牌仲喺度，只要繼續大力砸錢拍廣告、請明星代言，消費者就會繼續買單。但佢哋忘記咗，在現今資訊咁發達、選擇咁多嘅年代，消費者嘅眼睛係雪亮嘅。你嘅嘢食好唔好食，你嘅員工做得開唔開心，大家一入去一擺入口就一清二楚。如果一間餐飲企業連自己嘅招牌菜都可以魔改成咁，
連最基本嘅食物質素都保證唔到，咁佢嘅金漆招牌，無論掛得幾高，歷史幾咁悠久，玩完都只是時間問題。全港市民嘅憤怒唔單止係因為一個焗豬扒飯變差咗咁簡單，而係大家親眼目睹一個代表住香港快餐文化，陪伴住大家成長嘅集體回憶，正在被短視嘅商業決定一步一步咁推向深淵。面對排山倒海嘅負面評價同埋老街坊嘅集體抵制，唔知大家樂嘅高層管理層而家心入面點想呢？佢哋係會繼續坐喺冷氣房入面看住數據，自我感覺良好，咁認為呢啲只不過是網上嘅一小撮酸民在無事生非，定還是會真正走入民間，親自去分店坐低，點一個而家嘅一哥焗豬扒飯，塞落自己條脷度，親身感受一下嗰種好似食緊生粉蠟一樣嘅滋味，然後好好反省一下公司呢幾年嘅發展方向到底出咗啲乜嘢大問題。如果大家樂唔想自己半個世紀建立落嚟嘅基業真的毀於一旦，唔想成為下一個被時代淘汰、被香港人拋棄嘅集體回憶，咁佢哋就必須要立即停止呢種大刀闊斧、無情無義嘅裁員行動，唔好再將基層員工作為慳成本嘅第一犧牲品。更重要嘅是，要真正洗心革面，將資源同埋心思放回廚房，放回食材，放回食物嘅質素身上，還原嗰個真正有肉香、有蛋香、番茄汁、酸甜適中、熱騰騰嘅一哥焗豬扒飯，俾全香港嘅食客。香港人其實好善忘，但同時亦都好長情。只要你肯認錯，肯真正改過，肯再次用誠意去做好每一道菜，大家依然會願意俾機會呢個老字號。但如果管理層依然故我，繼續一意孤行，認為可以用敷衍、呃人嘅態度繼續營運落去，咁我就真係只能夠好遺憾咁講一句，大家樂呢個伴隨香港人度過咗將近60個年頭嘅半世紀金漆招牌，今次就真的注定要親手摘喺自己手上面，正式宣告玩完。睇到呢度，唔知大家近年去大家樂食嘢，又有冇發現佢哋嘅質素差咗呢？你最後一次食佢哋嘅一哥焗豬扒飯，又係幾時？食落口嘅感覺係咪真係好似網民講到咁似食蠟？抑或你覺得其實冇變，依然保持到水準？面對大家樂大裁員同埋食物質素下降呢件事，你作為消費者，以後仲會唔會繼續選擇行入去幫襯，去撐呢個老字號，定還是你會選擇轉投其他更有誠意、更有港式情懷嘅本土小店？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區發表你哋嘅睇法，同埋分享你哋同大家樂之間嘅回憶與故事。我哋一齊理性討論一下呢間香港人嘅老字號到底仲有冇得救？